来看宜兰的龟山岛哦，风台扫过了后，东北角风景管理处去现场勘采，发现讲有真侪设施损害甲真严重，决定要互龟山岛提前来封岛，到明年的3月才去开放。观光业者是表示讲，减少会当定龟山岛的行程，11月份游客人数恐惊会减少5成以上。 龟山岛的龟尾湖、四窟里啊，拢浸伫水内。岛顶一寡观光设施是拢集中伫遮，即马受到风台影响，受损是真严重。 行伫龟山岛会当看到车路顶管拢是土含石头，受到狂热风台的影响，岛顶的步道拢总互石头砍掉。经过抢修，才开出一条简单的路。顶岛的码头嘛，互大影靠歹气更条拢现出来，灾情惨重。但是因为它岛上的一些设施包括像一些基础的设施，大概受损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已经紧急开始做一个清理的动作。 但是预估起来，大概可能要到月底它的那个状况才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么，甲风管处这测试风险较细的时阵，顺利登岛，确认龟山岛的观光设施损坏是真严重，决定初5开始封岛，需要先修理到明年3月，再互龟山岛搁开放。过去龟山岛当年拢是12月初1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会暂时封岛。今年受到风台影响，只好提前封岛。哇，影响真大，即摆人客是大部分拢要去长岛，上金人较无。11月份的话，坦白讲啊，因为也不是旺季啦，你在11月份已经最近尾声的话，至少也有影响5成的。到底在塞带游客去龟山岛行程的看海洋船的业者，怨叹生意是大受影响，因为第2来敢若会当带游客去看海洋尔，超过游客数会减少5成以上。敢若希望龟山岛凄惨的状况会当较紧来修复，免用心面目见人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